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的个节目。今日个医疗单元，然后大家来讨论，哇，大家听说要拄到个问题，该是绕骨痛吼。当到个容易甲咪讲，哎呦，你阿冇容易有绕骨痛咧，有容易讲，哎呦，我办下东西是绕骨痛。唔单像系容易搞，你后生你冇做埋事情咪讲绕骨痛，到底做埋绕骨痛咧？容易咧保护机吼，就系讲治疗机。大家分享你今日个欣赏吼，其实你个反向静安欣赏，分享欣赏。主持人还有安尼的观众大家好。哦，分享欣赏今日来到聊聊，大家好好咧讲一下绕骨痛吼。感觉讲到绕骨痛，系当轻松嘅事情诶。你痛下都是永远讲，哎呦，我根本嘅绕痛啊，根本嘅绕酸，当普通嘅事情诶。系啊，安尼原则上来讲吼，你绕骨痛吼，安尼分那种轻重缓急来讨论啦吼。那用一般因为拄到或是看医生先吼，一天是讲，下严重也系冻下吼，安尼讲。已經好激性咧，打個噴嚏想到要，有，哭下兒要啊吼，你有的一摸哭下兒搬東西又是90度彎腰按搬東西想到要，啊彎腰下兒按南蛇哦，未想到要，係啊，動衝勁，係感覺很奇妙哦，感覺你看見阿冇做埋事情，幾張你未好好，然後你該東西電咗來辦一下，叫好啊，韓國伊辦一下，紅伊都是講是繞骨痛咧，伊痛有痛驚你哦，伊看先生。我家都有放假有啊吼，其實講按不下看電視有啊，所以那個挑戰個茶几有啊，當買東西拿了起來買，所以往前一彎腰，那下東西是上頭繞，安尼輕輕這有點誇張。對，所以動到安尼輕輕有啊吼，讓你只有造成疼痛那些有啊，還記得沒上頭繞。哦。各種千奇百怪理由、原因都可能，所以其實繞痛嘅類型老年人一般是從先生講嘅，呢種嘢佢係好急性嘅，呢種嘢係慢性嘅，當有其他嘅原因嘛，像急性嘅是係。平常冇嘛嘅好點是發展繞骨痛，然後痛哈係發展的一種嘅表現哈。你只要有疼痛的症狀，就表示你肌肉有發炎咧。哦，發炎的原因容易造成咧哈，你是講，然後讓醫生去溝通哈，了解。啊，最主要是講哈，你生活形態有啊，一定要注意。按今日講嘅跪下水、高台這種，盡量唔好發生這種錯誤。對，好多你會講。下移之前，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像先生講嘅係好急性嘛，你好兩扮衝嘅東西，不過你不要講到慢性，比如講你可能當衝嘅時間，你嘅錯姿勢恐龍，這種沒有可能會造成問題。錯，然後聽我應講，做沒做一樣，站沒站一樣，對不對？哈，媽媽大白話用講，就用起嚟人嚟講話哈，有啲人當習慣有啊，去3、7步，因為有人按你講百貨公司嚟嘅櫃台小姐有啊，哈，櫃姐去。都摸臭，去8點鐘緊去，他用2隻腳站，他會不習慣。啊，佢要去嘅時候啊，就會哭下去搬東西、敲東西，按上頭教人還沒當常見，因為全球有百貨公司嘛，吼。還有一種是講，還有一種時候有啲人做事就話，吼習慣嚟，吼，包括像警察就話，佢未去，然後去到擺緊去嘅時候就話，他就習慣性用3、7步，哦，啊有啲人是啊，因為。啉酒啉下到啤酒肚，去而且又要規只肚臍捧出來安尼，對不對？然後體胸縮小步，像阿兵哥安樣樣，緊嘅給挺個大肚子安去，因為它比較舒服，因為給安用去好舒服。如果氣球咧，可能姿勢是不良，對不對？是從線上分享嘅，不容易急性嘅，可能嘅問題吼，好點樣反讓啊，吼，來講我們嘅激烈運動，哪一種線上講嘅慢性的，吼，姿勢不良造成嘅，你邊讓大家都整理一下，你身法地圖吼，大家會看到好。不了解姿勢，有嗎？你講哈，低頭玩手機有啊，你講臭年期低頭玩手機就已經很困擾了，對不對？有人夯人有啊，低頭玩手機，你低頭玩手機其實腰幹嘛彎腰駝背的夯路，對，該咪走該咪不對的。你要特別來分享一下哈，上次大家水冇進前有冇搞手機，係冇臭菜是看手機，大家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大家都沒有發現，其實是一種習慣性的低頭。對，你習慣性來低頭的時間，其實你這個頸椎這邊也是長期維持一個固定的姿勢，大家都冇感覺，因為你也沒有覺得不鬆鬆啊不舒服，可它就球類是出現問題。這除了這個一點，你喺地板就動都有啊，然後翹腳，你腳翹起來些有啊，錯一些，你骨盆是歪掉了，你骨盆歪一些有啊，你脊椎腰椎是天然
又歪了，变 S 型难上去。所以讲基本上有啊，你很多的姿势，包含趴睡也好啦，哈，你面冲有啊，哈，同样你骨头有啊，骨头是凹下去，同样万一你是不下翘，你有啊。同样腰椎诶，为什么又要睡一整夜？同样会拉下去，因为没有是不是支撑力的问题？对，没有支撑力，所以久而久之啊，哈，给此言此为也一样腰酸背痛。哦，女生有屁股比较翘，很多都会反映就是叫腰酸背痛。哈，还有那种起床的动作啦，还有脚盖高跟鞋啦，对不对？它都是一个对表达出来让你不舒服的一个。从性上讲的做构障还了在提供，是有些人讲你轻松细心夯管的平底鞋，你后点做构障还跪一下来。一定会腰酸背痛的，绕酸。对，所以讲你也职业性，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用渐进式的。所以有些患者开始会很低啊哈，跟我们公司规定一定要穿高跟鞋。我说你既然是坐办公室，对不对？你这个桌子底下放上拖鞋嘛，对不对？也没什么很动洗力啊。你起来就要穿拖鞋，就要上个厕所。按照讲，见长官要跟客户会面些话，你就把它穿起来。公司财报以后，从爱感应该经验哈，因为爱有通识分享，爱讲其实爱绕骨痛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常见。可是，讲该不应该可能也做，不应该构障还公司财报，他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我也觉得爱动抗松。可是终于不好意思，就觉得绕骨是动算远，莫听错为同个是动算远。我就了是系平常时莫做管构障，还系讲好点点做构障还嘅问题哈。了解到线上来分享讲，动到像。背包太重也有可能会，也会。你背包好，你闲来吧，又话给平切好快吼，差动到。你也就给回去卖，所以又话莫看见外形的色泽，哇，看起来这包包好漂亮哦。哦，你背了以后，没有也可以拜托商家又话不用都冲动系的话哈，你取8款了。好，那竟然是讲吼，给前面肩带的维修又话有一个横的，或腰部有，那个有2个支撑下去，效果会比较好。医生。那个不够漂亮，谁莫您不要背那个。不过了解到大家在讲，一定要注意，系某是某8条错。线上讲到按到有急性的、慢性的，系某是姿势冲击维持按用改问题，做粗心改问题，该轻松改生发地度，你做得用心来保护嘞。一般来讲哈，按你讲好了，我们从睡觉开始讲起了哈，从那特别讲啊，你睡些又啊，你平躺睡些，你面床又啊，因为它在手头下方便，买个独立桶来对吧？那确实有帮助，是哦，这是有帮助。那一讲你睡下硬啊，榻榻米啊对吧？那一讲你媳妇下翘，你这个感觉腰了，摸搭到面床那些又啊，你可以那个浴巾有没有折一小条，好。铺的安利要过他们，他不呢，安时又帮助，韩国那种你管打出来的又啊，是2个舌头又啊哈，都往夹个枕头。你说侧睡吗？对，你讲按侧睡时间。对，这个加个枕头，这个真的好像又容哦。比如讲，你就是侧睡的时候，你按用力，然后你2脚中间夹个枕头，这样子可以帮助腰部的比较放松。没有错。可是大概睡半点钟，该枕头是唔简单的。系啊，咩你是按样讲咧哈，你睡太就话像讲几点钟，你该仰睡一些又啊，讲脚下背又垫个这个枕头之类的有没有？它的方法也是刚刚讲完又啊，你要过垫一个那个好。小枕头或者浴巾折一下，跟意思是一样。如果你垫在腰部，唔会走去，你也讲脚改法要半家那个天光时春的该体内下嘞。枕头也是一样哈，跟侧睡，这就是讲尽量在可能你可控范围内又啊，表内又啊，有做个辅助。有等于睡品质用。睡前下好哈，睡品比较好。其实可能昨天讲还减呢，就等于唔系哦，半点钟是你差哩嘞，那就另当别论的啦。啊，个臭差法又啊哈，他们讲安尼咪从又臭飞机啊，又啊，用那个颈圈那种垫着的那种，对，围在脖子这边也有帮助。因为你那样的话，有没有？你坐的姿势就会比较挺一点点。摸叶法因为紧丢连下，对啊，切条钉到条哪个做？好，你还记得讲的是讲，你也坐长途巴士的，还讲坐火车油啊，拿只背包台湾点啊呢？安睡好也有帮助，确定有。用我走得咯。对，弄办公室睡就要拿嘛呢安睡。抱一个抱枕，对，拿一下颈头啦，对，都有帮助。好，这个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刚才讲说，你的整个晚上是这样的，早上起床以后呢，第一个当然讲，为什么要伸懒腰？因为你睡一个晚上睡觉又啊，你也骨心又啊，骨头啊，走三强嘞。
9年从哈贡水用，按9年按水哈，按讲哦打起水美又按侧睡，侧睡有时候膝盖也缩很，那都会改变你的身体结构的骨头的那个排列形式。按那些句话，你伸个懒腰。花个几秒钟动一动，扭动一下，脚串串啊，手脚串串，按样去放松，太低吼，日天唔会3度腰弯。冇唔错吼，其实线上讲到按到，大家有发觉冇？除了系讲你本身有发扬嘅问题，系冇是系你姿势不用抽心嘅，用你平常时会注意，系冇你放松嘅时间吼，你稍微注意一下，是唔会讲大家讲，好点点冇买事情哦，你是3度绕骨吼。不过还有嘛嘅东西会注意，还有嘛嘅地势做呢到大家的分享吼，请大家先聊下，等下常来讲。今天东方一走咧，绕墙头反共线上呢度节目第一读到大家都讨论绕骨痛哦，其实是种线上讲的绕骨痛感粘性，其实动斗中。今天你系特别讲集中到大家都分享，比较是物理性的，因为线上讲嘛，像系绕骨痛有可能系因为譬如像你讲僵直性脊椎炎嘛，错唔错？你讲。脊椎嘅问题嘛，龙骨嘅问题嘛，对不对？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啊，都系。你系讲结构性的外在的，好，包括车祸啊，然后都有意外摸啊，又啊用高空就因这个尾翼吼对下来，还讲你系两腿对下来，又啊造成的外伤哈，引起的那个腰痛，啊，你就都有啊。女生月经经期那些腰酸背痛，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我们在月经来的时候，你子宫要收缩，强烈收缩。对，它那个整个又要吊的安尼腰骨内又啊，跟手安尼腰有紧带，还给我一些腰为了支撑嘛，所以还会酸又很痛。好，还有一点是哦，宿便动多啊，还有些女生宿便很多，它也会引起很腰痛，也会。哎，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肾结石。泌尿性结石来讲哈，泌尿道的结石，你还没空容。有，这是为什么？有种因为讲啊，相信你绕骨痛嘅时节，大家会讲，哎呀，可能系乜嘅两骨嘅问题。其实有种人讲，你还是有机会你听出来去到线上来咨询，因为上西都系因为绕嘅问题，所引起嘅绕骨痛。好，不过你基本一点节目系特别讲集中，因为肾发地度为引起嘅绕骨痛嘅问题，然后大家来分享。你上台节目开始讲到，比如讲，你讲容易咧保护嘛，线上讲水。又在小诀窍啊，走那种紧贴，很容易红一段时间，你要伸一下懒腰，那么不要很急，对不对？那边还有那公道，比如讲像你做海马啦，做散步啦都有啊。一般来讲吼，从阿来像习惯性像臭年做，或是会感觉话啊，自己老咧，冇咁错，未60岁咧啊种咯。但是咧讲吼，确实有必要。还没重复下时，我咪常建议他用，你就做的，你用摸肚好一弯，莫讲你莫想到绕诶，你做下些就话摸肚好对到咯，咩话骨头啊，加痛诶，冇必要。因为老化是一定会的嘛，您虽然年龄为老化嘅骨仓地图伤心，当然你也好注意是家嘅问题，你莫逞强有冇？体能做乜做系绕骨是上当咧。还有点说，你用洗面啊，洗腰啊，讲你洗完除了都有啊哈。当然还讲洗头啦，因为当然女生又有反应哦，你弯个腰、洗个头，还讲洗下弯出，哦腰出唔出嚟，很常见，很常见。尤其洗毛巾嘅时间，有冇你洗盘洗包，有冇该整餐该碗洗下来洗，好咧就是。绕骨是动酸软，系冇错。按建议嚟话要吼，你除了本身先看改变一下、检查一下以外嘅话，你嘅生活作息上种，你嘅面抽头前呀变一下，又话，而家天天嘛按够，差不多10来公分左右，而家平板之后按样，你脚呢丢啊些就话哈，因为它被弓箭步有个支撑，可以。减少我们的腰部的压力，意思就是你洗盘洗啊，你的姿势稍微调整一下，弯一下嘛，不要固定一个姿势太久。夯路的时间，比如讲到，是大家线上有讲到啊，譬如讲做过张还没夯路的问题嘛，弯腰驼背哦，这个我很会。对呀，弯腰驼背啦，还讲刚才讲就话挺个大肚子还夯，所以基本上按你就话，肾反来讲啊，夯路那些就话，女生对不对？我们讲抬头挺胸一样，看起来会很优雅。对，男生看起来是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那么可能有垂头丧气一样，美模，对不对？不优，对不对？上班族，了边还有讲到上班眼睛，上次上班族上班眼睛冇法度，你故意都会臭到该臭呢。臭的问题哦，因为你喺办公室嘅
桌具你要照顾你啊，像 OA 产品以外，佢基本上嚟計高度都行固定嚟，有的人下矮，有的人當高180幾，你9年嘅高度可能會接唔落去，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平常講就是說你要調整，你也可以跟老闆講溝通一下，沒關係，好。調整一下，你湊了也做得舒服。你因為講按工人的按做按抖木一些，腰酸背痛也好，或者說整個的氣都不順，然後假如你影響到你的思慮，效率就降低。冇錯，有啲同時吼，佢係頭腦動痛、繞骨啊動痛，佢是可性上相關，你發生買事情啊，也沒有做什麼好特別的事情，結果佢可性上，你的性上是問佢講，你這個你就回家吧。你要做什麼事嘞？你就回去調整姿勢。你平常坐在辦公室，有啲人湊到喺辦公室，因為要舒服嘛，佢會習慣。線上講嘅係久年，唔過有啲人佢係久年，佢係習慣。有冇從英文到嘅碰叮當，條滾一下來，話到大家話到哎呦很舒服，其實還是會讓用到你嘅繞過。佢從天時講嚟話，有啲介紹講嚟講，你爽了你的筋。對，損了你的骨，爽了你的筋，損了你的骨。係啊，你肌肉有沒有充分放鬆？可是因為你表現嚟嘅曲度又啊，讓你的骨頭又啊，是慢慢跟只有3頁不在標準的位置上。老天爺生下來就父母親生下來的標準位置，你慢慢是節奏會不會？好，開始翹角咧，翹角橋嘅時候要鏡頭拉開，因為鏡頭已經壓到按你脊椎上，慢慢拉啊拉，是變成長出骨刺出來咧。慢慢按緊就緊棒，又話cái骨頭是緊上，所以是這樣慢一。所以說這個部分，還有就你走落去要橋咧又話歪，你也講跳到外些又話角度已經歪了，窟窿一頓下去，開始變有點壓迫性的骨折。對，我開始就讀到阿姨呢，是經過一個窟窿而已，啊，X 光一照，壓迫性骨折。起凹都歪，起下條線有窟窿。震一下，因為他平常就是一個不良的習慣，讓他的個腰椎有沒有排列的角度已經走位了。哦，是從當下沒有很嚴重，還不會到壓迫性，沒有壓迫到脊椎，壓迫到那個什麼神經，所以他覺得還 OK。先跳骨安逸，給我斷下去、死嘛去，是走殘去，是慘嘞。開始動陽瘡嘞，開始動麻煩就都帶點按上禮拜按弄動叫按弄回。咁個講到兩片，其實除了繞骨同埋風濕當然動到嘛，就是從線上講嘅，其實你也可以吸收嘅，比如講你係講發熱，咁個講到兩面有物理性的治療，上期幾個很不舒服的時候，也可以讓自己稍微舒緩一下。當然線上講嘅，比如像穴道，你講穴頭按穴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傷心一般性上可能有些線上可以幫你按，可是有時候自己在家裡的時候也是可以自己處理，對不對？對，因為依高本線上的弄法，台底還會透過一個像那點中醫的講法，針灸嘛，針灸然後熱敷啦，或是推拿按摩，針對你的脊椎啊，你有走山去做調整。對，這是這樣子。啊，你講自家不好的話 ，DIY 這種自家的弄法又啊，你就推薦一些圖片上的一些穴道又啊，它這樣。好，小記下有條穴位，鉗得多錢，用自家鉗，鉗唔到些就話好，白頭不下已鉗。啊，實際講緩解的效率不高，可能一鉗唔錯會所，啊又係講，那就交給專業，那就這樣安排。因為講可以當下又話摸法有出去，鉗了這個穴道又話一定會舒緩一些。對，你係一種舒緩嘅構成哦。比如講從底下種凸檔過，你就得看到，其實你這是走舌腳鼻壓片、腳骨壓片，你係是不是感覺上是自己比較走得處理嘅？好，比如講線上像這個係講講牙齒幹，還可能就是三陰交該叫穴道。三陰交的話是講等下對，我們內踝哦上後一個巴掌的左右，沿着這個脛骨這個後面有沒有？還會它會聽到不按小痛下，咁樣回收。因為講佢其他從東北啊、竹山里啊，有啊嗬，譬如講係一巴掌，嗬，七條然後膝蓋骨下緣，好，第一條好骨頭，你咩啦骨頭酸有啊有筋，好兩條筋動嗬，好，應該是係竹山里。你講陽陵泉的話，有啊是等於兩頭兩下去安逸，好，該是比其他骨骼全部生存的比竹山里。你要3點為數起碼話有啊，因為屬於你自己 DIY 弄得到啊，好，啊過來後背下唔好弄啦，下唔方便，因為中兩面沒做對啦哈。錯，咁個講到兩片是有啲好簡單嘅，因為一捆都是黑，你看就是直接在手都修兩片，好，這個比較好簡單，從麼？係啊，你種後溪穴以外，你是啲骨頭，你按你小拇指，你後背你小拇指這邊，你咁練吼，你會練。還有一種是用，你從個腰痛點吼是比較特殊，是近代一些
前辈像董事奇穴一样的样得到的一个经验，经验方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安尼个有啊食指到中指头下过来，都在面落动往两位卡头啊顶点两位韩国就是小拇指到无名指上来面的嘴挡背两位两点，嘿。该点，你看两片就话穿的腰痛点，穿做的一家DIY 做起买回收。其实没有很难呢，一线上讲的手部手部改部分是真是冇难，因为两片送的轻到顶点一只点，两片送的一只点，所以两只点是轻的些。冇听错一家肯定是，其实是讲起到绕骨有一些痛，哎，轻下，可以有舒缓的效果，同冇当然没讲你轻啊，你的绕痛是会好哦。不过其实绕痛除了血头，当然还有其他嘅方式做，你要大家的分享，喊你像你家乡这边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大家都分享绕骨痛绕骨痛讲实在话上次前线伊只动麻烦嘅问题嘅。今日讲到动刀嘛，其实台底度係身牌底度，大家做得注意嘅。你讲嘅唔係講真心，要嘛嘅東洋蟲繞骨痛嘅問題。東洋蟲上次無去開刀有冇係冇種其他嘅治療。今日講嘅係好簡單嘅，因為上堂節目講到血頭，講到手骨。廣告嘅時間啊，是較輕下，真是無有算遠嘅廣告嘅安尼是有可能是有效果另一邊還有講到繞骨兩片背部講嘅血頭。背部咧講會心會動精準捉到穴道對。坦白講，真的要指而導之應該是講心性上是錯的。你看，但是冇要緊，按你講因為佢繞骨嚟肌肉束動到腰直肌啊，都要包到一直到拉到臀大肌那邊都不管。你没讀醫學院不需要了解那麼多。但是你碰人那些就話，你家人用老公幫老婆，老婆幫老公啦，或幫我們的爸爸媽媽，你碰人一些碰人小學話，你捏些它會有不一樣的感覺。捏些幾條筋就話硬搞，那些就話你輕去鬆去，輕去揉按它。一定可以達到舒緩的效果，因為講以前李亞登一定要教大家，因為有人你從講年節嚟說有啊，安尼個我係福音間對，準備挑上嚟對啦，拜下公婆有來母愛啊，準備菜啦對，做好咧甜到為時嘅貴州腰酸背痛，這個時候你講你下年上休息前幾天的治療有沒有可能？不可能嘛，對不對？體貼的老公或體貼的兒子就幫爸爸媽媽揉按一下，那個效果是真的一定有效的，因為我們也是這樣抓那個筋有沒有粗硬的硬塊的部分。當然你說脊椎，按你面起脊椎要棘突跑啦，或者扭筋扯外些又好，也會旋轉，該部分是專業部分可以挑筋，但是不要一勞永逸，或者針灸的時候去舒緩肌肉的釋放。但是講你冇法度。時間條件不允許一些就你種下一些你款醫生動麻煩些，我現在講這個方法一定管用。咁問一下，咁蛋白供應夠即啊，線上不係講起頭上起動到嘅呢？主款是你因為退休不用按摩腰部嗎？如果會的話，當然一定會幫忙。一定會的，因為專業嘛。退休係講真心冇辦法冇人退休嘅時間，其實還有一個方式。我相信你喺度辦公室上班嘅人係講，冇上班嘅人我還沒有，通常特別有兩件東西。我像兩件東好用嘅，因為你係講輕動，你讓你按摩嘅時間，比如你講繞骨，你自己挪啊，因為師兄線上講，你不應該肌肉比較鬆一點點，我覺得兩記對背部很有用。係講你嘅背囊有冇動酸，覺得好像你來回動很趕時間，其實你只要按用輕動你自己背部的點，又點你自己按用輕啊，我覺得很有舒緩的效果。對啊，你從又個拍沙棒又一記然後地板又動都有啊，那有用嗎？那個拍打有沒有自我 DIY 拍打，那個也有用，因為它拍打過程有沒有，它會促進氣血的循環嘛。就像有些不是拍打工一直打了腹腔又他會覺得說我手麻減輕了，我手比較舒服。它同樣就是這樣，在這個過程中它就擊打我們的肌肉，讓血液散開回來，就像刮痧的意思一樣，它一定有那個幫助在。所以刮痧啊，不及，沒有，我們要談就是說很多事情我們在教導我們的聽眾朋友，過與不及
都是一个缺点，不急是没有效果。从狗头下本来摸完痛，弄到喊牙痛，所以我感觉到人在门诊上吼，常常有多多是有那样。送办又啊腰酸背痛，其实我不会该买泰式按摩嘛，该按摩又啊按摩会哇惨嘞，按哪时，少到诊所不应款不按你款按是要搞，那是过度类，平常狗头又要用上用气癌，好，因为他不太了解你脊椎炎又只有啥一类，气癌丢啊也喊啊惨就喊啊严重，好，如果说纯粹是肌肉的部分又啊哈，肌肉又啊哈，肌肉哈。硬搞，酸运痛，那个按摩揉就比较好，一定有帮助，那就有帮助。线上两篇讲到，还有叫动冲，然后嘅是系，你大概会看到动因为用嘅护腰嘅，像你填充时就知道嘛，护腰的，俩紧是又好高。护腰哈，坦白讲哈，你患者又啊上门来求诊以后又啊，就等于是怎么讲，他的腰椎跑的比较多哈，然后。动硬搞，佢上次送个整脊床了，就针灸是用狗爬式慢慢爬你上去，开这上去。你讲嘅係动硬床嘅，係泛性就成清安泛那些，你係講記得話，他表達說他整天酸認同到水毛躺上去，喊的酸認同酸同利用營養水體那些，那種情形我們會建議他在白天清醒在工作，而且又啊在護腰又啊是偷懶，偷懶一天又蹦出來。好，即便它很痛，绑下去还一定可以减轻，不敢说100%。你也讲哈，轻微的原因啊是100%是完全不会算认同。你也讲行急性期因为拖落去又啊，减30%、50%。你系味道的本机有好紧口改姿势吗？会比较，它整个绑紧以后，嘛，整个腰椎会被束在里面。其实我们歪斜按的基因，哈，手落去又好，它腰部的肌肉又啊，是去按的抬力对，维持我们的直的这个姿势。等于说，它的使力是种的按出力是某种程度是走在减缓。不过讲到两篇，有种因为讲我要去走复健。佢平常时就是固定打礼拜都可以走300、200改复健。安用钙好狗也是一个慢慢的。我们讲哈，复健这个名词来讲，不管用在中医啊、西医那种哦，都可以等同了哈。反正你也在观念，你紧走、紧向送、紧走、紧头，那是绝对正确的。好，这是一个。但是如果说你也劳损，就哎呀，从尤其在师傅来讲又啊哈，也系讲你训练师傅，佢尤其紧手腕紧痛，你肌肉的酸软痛又啊，佢退就好，摸退摸好哈，按你酸软痛，那是因为你劳损，那另当别论。但是用药物来法又啊，你腰酸背痛的话，它不一样。照正常是，你睡一觉，天亮以后又啊，你应该症状就全部结束，就不会起来再动，不会说天痛时有酸痛，那都是不对的。你脚力的时候，走到下去完，就有可能慢慢酸痛，那属于劳损甜，但是不是哦？红冲也系感冒痛，走水也痛反正通通都水体板牙、上气也痛这样，那都是不对的。该一定的不医生看梦安。不是越存越多，存越多理越多，不是这样哦。没讲按下3000，去每摸一款上挂号费，稍作摸一款就3000，不对的哈。你按了钱以后会累积，它因为肌肉僵硬，它会影响到内脏的收缩，你那个粪便的排，或是你射物腺会慢慢变肿大。举个例，男性的或子宫来讲，你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痛的话，它子宫收缩强度会减低的话，你的月经就排得不会那么干净，这个地板又摸剥落，一层给上，反正变肌瘤用总要都有距离。如果说你腰部这个僵硬，导致血液流通的效率降低，供血不一样，导致左右两边供血不一样，你可能你的卵巢、你的卵子的供血不够，那个卵巢供血不够，可能1个月这边卵子生得很好，那边生得不好，除了一些以外，一个卵子品质不好，所以或许你受孕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卵子品质不是很优，那结合起来，你可能就变成葡萄胎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唐先生讲，其实简单讲的线上来观念是，如果你是因为劳动，比如因为你走势，可能你停，可能你休息一直按不是好嘞。不过线上是讲，可能相信你係勞動嘅問題停，你累積到動到嘅問題時候，其實你停錯本可以先啦。不過累積到每市場線上講嘅，叫做讓向嘅為恢鬆嘅台，相信上誰來到誰會慢慢累積下來，讓向嘅問題可能會超過你嘅想象吼。不過我想講吼，今日你節目健康到兩片，其實你老大家咧做咗總經理時候咧，你講到兩片，其實
世界东西才可以注意，错吗？一般来讲吼，建议吼，你食到油啊，上个安尼的菜油啊，哈，表面上拿出来该结冻啊，油啊，哈，它就含的胶质比较多，好，然后不管呛出也好，也好，该油也是讲该猪皮啦，好，猪脚冻，它含胶质多的一定有必要。然后还有一个就补充钙质，我最推荐还是推荐芝麻。芝麻含钙量最高，好，你点，还有一个用买秋葵啦、山七啦，你对哈，来讲，白木黑木，白木黑木吃不仅有胶质，它对心脏也很好，通血路也很好，所以它对我都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常常来吃无要紧。冇错哈，其实节目讲到这边，剩短嘅时间，让大家来整理一下。其实你平常时嘅生活嘅知识清楚嘅调整，係讲有不良嘅不良嘅知识，你自己要注意哈。先生讲嘅嘛哈，第二点讲到这边，先生讲嘛嘅东西，胶质嘅东西做得多是嘛。第三到这边。动从姥姥乡亲朋友来再个提醒一遍是，平常时係讲係因為腦痛嘅問題，休息過後是冇相干。係講你平常係腦痛時，哎呦，冇爽快，冇爽快，其實真心有一款醫生，不要輕忽了，看看安樣嘅小目標，下冇係咪變大目標？到那邊非常感謝你嘅辦公先生，今日來到那邊歡迎師母先生。好，好，鄉親朋友聽得下啦，你要做認同了。